昆虫是地球上数量千多嘅生物族群，佢哋慢奶就有長長嘅身影，總係上沿到嘅目光。台灣昆蟲王國度嘅生物當多，沿到三毛馬了嘅佢一條算來高等樣板嘅秘密身份哦，就幫人向下來出發，清楚看到身邊嘅昆蟲。昆蟲抗人情，團看啊，某個昆蟲嘅屁股就得留太上來比獎啊！啲發現度、好高度，甚至係臥卡嘅綿羊度，一條股嘅慢奶就看得到，佢條就係橡皮蟲。橡皮蟲係昆蟲世界度種類千多嘅大家族，佢條稱好認嘅就係上到槍重重嘅屁股嘅嘴，凸出來嘅木柱重重嘅嘴，看起來實在神奇。佢條係溫和嘅實在主義者，係講發現赤腹嘅野白有一隻細細嘅孔，當有可能就係佢條嘅傑作哦。其中真神奇嘅就係見野橡皮蟲嘅，因為佢條係昆蟲界度集野味嘅高數哦。準備上輪嘅見野橡皮蟲媽媽會託彈性較好嘅野味，建造純見樣嘅，含個老卵安全嘅包到野包肚。野嘅工廠是冇按改哦。首先，見野橡皮蟲媽媽會先掏一批較適合做掉嘅野味，啲野媽留野面咬出當道嘅細孔嘅，本野味脫水，變到較軟較好咬。一鋪一鋪個留野味咬起來。也真經係細動作太好悶呢，一鋪一鋪就像照定說明書咁樣，做出像純見樣嘅神奇嘅野包。就算按松樹較靈巧，咪冇辦法留野味咬到眼呢。野味見到一半嘅時間，見野橡皮蟲媽媽為到地度生一粒卵，過來細心細膩留野味，繼續咬起來。撒下來，幼蟲就會拖下嘅搖籃度。平平安安食東西，成長結蟲包，細蟲嘅就靠野皮野味成長，係唔係真神奇呢？按搭性嘅行為，難怪見野橡皮蟲要按做搖籃蟲，係昆蟲界度嘅 super 媽媽，實在很本人佩服啦！下一擺係看到見野橡皮蟲，唔似情況啊，係唔係也早地發現一條愛嘅藝術品呢？